为着提供市民优质的运动场馆，市府甲远东科技大学合作，成立第一座全民运动中心，利用大厦的场地，投入资金更新运动器材，并交由学校专业团队经营管理，开始甲大学合作的新模式。我们现在有分3种，第一个是国民运动中心，第二个是全民运动馆，那第3个我们是第一个开始揭幕的全民运动中心。非常感谢远东科大能够跟台南市这么样的帮忙，提供这么好优质的体育场馆。那除了同学运用之外，在不影响教学及同学使用的前提下，我们提供给社区、提供给南科生活圈的好朋友一起来使用。请加台！哇，恭喜恭喜！启用完成了后，市长黄伟綽嘛亲自体验新的运动器材，有健身跑步机、羽球、倒球、荡球、直排轮等等。同时嘛设置长辈健康照护以及小朋友安亲班。市府甲学校合作建立运动场馆的做法嘛受到民众的呵乐。我室内当然是较，因为室内有冷气啦，室内有冷气，所以咧运动起就较袂遐尼忝啦。但是咱市长有甲因用咱的远东科技这个场地，我感觉做好。全民运动中心的收费嘛相当亲民，希望会当成为附近居民以及人科员工休闲的好去处。未来嘛会陆续兴建各种类型的运动场馆，提供市民更多元的选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